21個分身扮索女 ，Facebook 情挑攝影少男。改編 Facebook 法即史電影，最近喺美國開畫 hit 到爆，但係低成本紀錄片《唐室》一樣咁 hit。紐約24歲攝影師舒爾曼3年前有個叫做 Abby 嘅8歲細路女聯絡佢，話喺報紙見到佢嘅作品，想將張相畫成畫。幾個星期之後，佢收到幅畫，覺得對方係小天才，開始喺 Facebook 交流，仲 at 埋細路女媽媽 Angela 同埋19歲姐姐 Megan。點知一見 Megan 張相，驚為天人。呢個美少女仲識作歌，兩人開始煲電話粥，交換情慾短信，但係只可以用電腦整合成照嚟親近 Megan。佢決定去見真人，順便揾經理人發掘佢做職業歌手。點知一揾啲歌全部都係網上抄翻嚟嘅。佢上門揾真相，竟然揾到21個人，包括 Megan， 就係呢個肥師奶扮嘅。Megan 張索爆相原來係 model 嚟嘅。Angela 為咗照顧殘障繼子，又同兩個女 Megan 同 Abby 分開，抽離唔到虛擬人生，一度想自殺，但最後都要醒啦，送咗幅畫俾舒爾曼，又將全部假嘅 account delete 晒，重返真實世界。《唐室》1月喺電影節首映，好多觀眾都話成件事好似拍戲咁，質疑係偽紀錄片。